伫未来一定会实现的。有一天，伫当大使命完成的时阵，迄日对天顶地下有一大群的人，要为逐所在来，因可能是无共款的国家、无共款的民族，因讲无共款的语言，因拢要来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宝座的头前来同心敬拜伊。所以，才要甲大家提出来是毋是咱有法度伫迄个时阵，咱徛伫上帝面前，甲咱周围边仔你即马坐伫你边仔的人，做伙同心来敬拜上帝呢？上帝甲咱拢伫地，对旧约时代伊的应允到新约，伊找伊的独生囝来到咱的即马，咱阁有信心的同在，所以咱毋要惊。咱爱大胆、勇敢的去传这个好消息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你。当阮回顾过去的时阵，阮知有侪的历史顶面信仰的前辈，因所为着上帝国，因所做的工，是值得阮学习的。伫新约的时阵，你互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为阮的人生带来一个毋忘地。伫即时，阮要来传扬你的福音，阮要来实现你的大使命的时，阮知阮可能有软弱，有无够野，但是阮爱搁较相信上帝，你甲阮伫地，你随时拢是阮的帮站。你的恩典随时拢有够阮用，阮感谢，我们爱来遵守耶稣基督你所讲的，阮爱彼此有相听的心，众人就会使认出阮是你的门徒。这个记号是永远的，是要互人看到的，是要互人对这个记号来认捌你的。求主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伫生活中行出上帝你的旨意。即时，我们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甲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受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亲像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